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高雄车站周围的站东与站西路拥有全国唯一的环抱式路型。过去为了加强引导与防滑，市府特别设置了彩色铺面。只不过3年多来，经不起车辆频繁的摩擦，导致破损，加上特殊的路面，维护成本相当高。所以考量到近期交通形态已经稳定下来，彩色标线也确定要功成身退。深夜里，大型机具轰鸣，工作人员在高雄车站前忙进忙出。经过连日深夜封路、赶工刨铺，站东与站西路的道路工程终于如期完工。这也代表着站前的彩色路面正式消失。许多路过的民众表示，马路回归传统的柏油铺面，看起来清爽许多。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看，就是比较成绩比较一致啊，然后有不同颜色路面，很奇怪。蛮 OK 的啦。早就应该改成这样子，我觉得它弄上彩色，视觉上我觉得对眼睛的刺激很大，而且有时候会有一点晃神。因为之前大家都会认为说彩色的哈，感觉骑上去有一个心理艺术，感觉会滑滑的啦。如果柏油大家比较放心，应该大家会认为说摩擦阻力会比较大。高雄车站前有着全国唯一的环抱式路型，当初为了加强引导与弯道防滑，才设计了彩色路面。然而通车3年多以来，高流量的车潮频繁摩擦，导致铺面耗损快速，后续的补丁与维修费用更是一笔庞大负担。经过市府评估，如今驾驶人已经熟悉动线，彩色路面已经完成阶段性任务，因此决定让它功成身退。站东站西路原本是一个彩色标线，因为它在使用上，因为长期在使用的话，它的防滑系数会慢慢的逐年去降低。那我们市府就考量说，为了要提供用路的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行车环境，我们把它改成我们的标准的 AC 铺面，让它的一些抗滑系数、抓地力可以比较维持在应有的水准上面。只不过彩色铺面的消失也引发另一层隐忧。过去使用的特殊材料让道路具备较高的抗滑能力，如今彩色涂层全部移除，但环抱式弯道的路型依旧。车站前的道路安全是否因此降低，可能还有待后续观察。之前的彩色铺面，它的防滑系数是相对比较高的。那回到一般的这种我们常见的这种黑色的铺面的时候，它的防滑系数当然会有所降低哈。那我觉得应该要再多一点时间来做一个评估。那看看如果说这个彩色铺面取消之后假设事故真的变多了，也可以来参考国外，像韩国，他们就是在道路中间拉出一条比较细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动线，它就是一个直线，它并不是整个铺面，那来做一个引导那这个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彩色路面虽然因为成本与耐用度考量走入历史，但道路安全也不能随时打折。未来如何在高频率摩擦的路段维持标线清晰与路面防滑，可能将是高雄站前交通的下一个挑战。记者曹安军高雄报道。仁武区凤仁路因临近砂石场，砂石车频繁进出，扬尘洒水却造成泥泞，让机车族行车风险提高。议员协调砂石场3个月内迁出路口，居民多表支持，也呼吁砂石场应落实沙土覆盖与车胎的清洁，确保交通安全。砂石车一辆接着一辆在路口进进出出。仁武区凤仁路从城关路到中兰桥的路段，由于临近砂石场，容易造成烟尘，因此厂商每天不定时在路面洒水，但却造成泥水喷溅或是骑士容易打滑等危险情形。而且是上下班时间洒，所以大家上下班时间都会喷的到处都是而且很容易车祸因为他们砂石车经过，常常被那个碎石滑倒讲真的，路面有时候也看不清楚啦，因为它灰尘大所以我们路看不清楚之外，他们会洒水洒水导致地上很滑所以我们骑车的人就很容易可能打滑，然后就造成车祸毕竟这边上下班时间车蛮多的。再加上砂石场的出入口位在凤仁路上，也没有红绿灯，对于往来的机车骑士增加许多风险。因此，市议员江瑞宏在去年12月中举办会勘，协调砂石场在3个月内迁移出入口。伊嘛讲，迄个出口伊老咧想2位但是拢必须爱搁去人租这个路地，租地口都来做这个出口。嘛讲，伊嘛讲时间会去思考看要哪来用较适当安尼。是讲拜托伊看当
协调看3个月内会当处理袂，啊3个月嘛得要到啊啦，啊我会阁继续来找伊协调。这个路口希望要紧卖对遮出去安尼。对于迁移出入口，大部分民众表示赞同，可以降低砂石对环境与交通的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砂石厂必须做好沙土运载管理与连结车车胎清洁。改出入口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因为以前这里可能没有那么多住家啦，那现在因为社会进步，住家都很多了，那我觉得工厂应该也要相对进步啦。你的里面的路有没有弄好？啊，第二个，你的车台载台那个沙子会不会露出来？因为它整个都露出来，然后整个那就压过去都带出来了。附近居民强调，迁移出入口只是第一步，砂石厂应该做好沙土覆盖与车胎清洁，避免泥沙掉落影响路况。也期盼相关单位能持续关注与督促，降低沙尘与交通的安全风险。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位在高雄楠梓的后昌路885巷中段，突然出现大大的斜坡，这样的奇观也被民众戏称为“楠梓云霄飞车”。高雄市政府新工处回应，因为地势的问题，目前无法进行改善工程，但依旧会与相关单位合作，加强管理，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高达1层楼的斜坡就这样出现在马路正中央，位在高雄楠梓后昌路885巷内的这处，被戏称为楠梓云霄飞车的斜坡存在已久，是许多在地人的共同记忆。但近期又有民众对这样的存在抱有疑虑，引发讨论。就是上下住户，我们有跟他沟通嘛，当时其实80几年了，那很早了，我们就已经因为那时候那个也就是比较陡，就是等于把这个坡度都延伸就拉长一点，它就没那么陡，所以现在看起来应该车辆啊什么的都很方便，就不会像以前那么陡了。我们会请相关单位来做标示啊，因为那些标示已经没有看到了，那我们应该把标示再给它弄出来这样子。在这处坡道上下两侧都设有告示牌，提醒民众小心驾驶，但是高大的墙体依旧有阻碍民众视线的可能性。而在一旁的墙壁上，隐约还能看见提醒标语的痕迹。高市府也回应，此路段因地势及建筑的缘故，无法再做更改，但依旧会加强养护。道工处的部分加强道路巡查及维护。那目前相关的一个加强措施，目前已经持续进行中。那希望用路人能够顾及自身的一个安全，减速慢行。那我们其实都知道，内里的部分都是在地的一些比较旧老的社区，都是一些在地的居民在行走的，所以我尽量希望说，如果是外地来的人，尽量不要走那边，避免发生擦撞跟危险。所以我们也曾经讨论过，到底有没有办法可以去改变现况。那就我们去了解过跟讨论过，目前只能维持现状。那我们也希望说，尽快拜托相关单位呢，能够针对能够改善或者是把它更优化的部分，来解决当地这个危险的这个状况。据调查，每年此路段所发生的交通意外仅有个位数，因此没有被列入警示路段。但近期透过网络传播，不少人前往尝试。高市府也回应，将协调执法单位加强取缔，还给当地民众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记者陈奕轩高雄报道。许多老高雄人的共同回忆，红鲤鱼回来了。这座拥有60多年历史的雕塑，在经历铁路地下化搬迁后，如今正式回归车站的中轴线，陪伴民众一起过好年。高雄车站前方多出了一座吸睛的大型喷水池，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间立柱上方那条鲜艳的红色鲤鱼。经过多年的等待，这条承载老高雄回忆的老鱼，终于回到了城市中轴线上。后方的现代站体与历史地标交织出了新旧融合的光景，让不少路过的民众直呼相当不错。我觉得还不错啊，就是这样，至少把大家的回忆都带回来，然后每次来这里的时候都会顺便回忆一下小时候在这里的很好的事情，对，因为这个是日据时代就有的车站，
那有很多人的回忆就在这儿啊。这条红鲤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是车站前的老地标。到了2002年时，因为铁路地下化工程与地湾式车站一同被迁移保存，由于雕塑已经有些年代，许多部位严重破损，修复团队耗费不少苦心才完成复原，甚至连回归摆放的位置都相当讲究，力求还原当年的神韵。当初接手的时候，这个鲤鱼它只剩下根部的位置，就是它的鱼鳍的部分只剩下根部有三角形的一个小小，可能不到5/6，然后我们是透过团队努力慢慢的把它一点一点的让它形成现在的模样。一只鱼最漂亮的位置点是在它的侧面呢，不管你摆左摆右都很好看。为什么那个肚子好像最不起眼的要向着民众建筑师就说了，他就讲刻意这样安排。当然以前的这个前人他们就把鱼腹朝向民众了，然后这个寓意就是把这个腹鱼这个腹部它是有一个谐音，就把腹鱼留给民众。在去年11月，红鲤鱼完成了高空吊挂作业，正式重返家园。文化局表示，目前修复工程已经告一段落，正在进行最后喷水池测试与收尾工作，将会全力赶工，希望能够在农历年前正式对外亮相。目前即将在2月初完工，现在正进行收尾的阶段。而鲤鱼雕像的部分，因为经历了多年的风吹日晒雨淋，已经有些损坏，现在有做一些修补及补色。磁体也维持了磨石子的表面，也会恢复到原来的喷水池功能。后续的话会有喷泉，再从鲤鱼嘴那边会喷出2层的水花的喷泉，那会有很漂亮的水花，然后底下会有投射灯，会往这个鲤鱼身上，包括这个池子周边都会有很漂亮的灯光。这条游了1甲子的老鱼，不仅见证了高雄车站的蜕变，更保留了一份属于高雄人的在地温情。让返乡过年的游子一出车站，就能看见这条老朋友在喷水池迎接。解传君高雄报道。接下来带您去看看没有地标可以导航，却是在地人大力推荐的美食。这是开在楠梓学区旁的粉浆蛋饼，看起来低调不起眼。但外酥内软的好滋味，却让饕客们一吃成主顾。生意好到一天只开4小时，就差不多会卖完收工。红白色的餐车不时有客人上门。开在嘉诚国小旁的古早味蛋饼，是在网络上都找不到地标的低调小店。有别于一般粉浆蛋饼的软 Q 滋味，老板特别做出外酥内软的口感，搭配自制的辣椒酱料，丰富的味道层次，让吃过的饕客都齐齐称赞。因为我家住在对面，所以我会就是从这边经过，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儿子强力推荐叫我来这里吃，然后他有帮我买好几次。然后我今天点的是蔬菜蛋饼，脆脆的，它主要是很脆。然后还有它的肉质也不错，我也点了他们今天的那个烤肉蛋饼。就路过，然后就看到这间，然后就来试试看。然后今天就点了那个圣诞蛋饼，平常就比较喜欢吃那种脆皮蛋饼，很好吃，就古早味蛋饼。清早6点半就开始营业的小餐车，煎台上不停坐着一份又一份的蛋饼。虽然摆摊的位置不太起眼，但丝毫不影响脆皮蛋饼的好生意。短短4个钟头的时间，当天准备的食材就已经快要用完，不难想象这份美味受欢迎的程度。因为我妈妈本身她也是开餐车，然后也是卖蛋饼。那我们店的招牌就是烤肉蛋饼。烤肉的部分的话，我们大部分都去市场采买嘛，就是肉摊新鲜的温体猪，然后透过特制的酱料腌制而成，所以我们的烤肉吃起来都是有一个特别的香味跟甜味。我以前是连接车司机，大概开了8、9年，对，因为我对餐饮很有兴趣，就想说还是要自己出来创业试看看。对，因为我本身就蛮喜欢挑战的，因为像去开连接车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挑战。我觉得就是时间好像也是要把握一下，趁现在年轻可以出来闯一闯。开业仅半年的小生意，由于紧邻学区，周边又有早市和加工出口区，靠着顾客们口耳相传的介绍，即便没有过多宣传，依旧在当地逐渐站稳脚步。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
提到美式料理，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汉堡或炸鸡，但其实美国各州都有属于自己的日常料理。位在台北市大安区的餐酒馆推出全新主题菜单，聚焦美国东岸的宾夕法尼亚州，从家常料理切入宾州居民常年累积的饮食文化。费城牛肉起司三明治，浓郁牛肉香气搭配起司，呈现最具代表性的街头美味。而宾州德式鸡肉玉米浓汤，更是许多家庭从小喝到大的味道。还有波兰奶油煎饺、甜菜根、腌蛋沙拉等料理，都是经典菜色。由于宾州是重要的移民州，欧洲移民将饮食文化带进当地，逐渐融合成今日多元的餐桌风味。Like most states in the U.S., or all states in the U.S., also Pennsylvania used to be an immigration country more than 100 years ago. And you've had people coming over from Europe, mainly from places like Poland, Holland,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so a lot of the famous dishes that Pennsylvania are known for are actually European dishes, like the pierogi. That dumpling is actually Polish. 8道料理中，老板还特别推荐波兰奶油煎饺与乡村酥顶苹果派。另外，阿米西风味鸡肉可乐饼也是不少熟客偏爱的家常风味。那以宾州来讲的话，它是美国最早的13州之一。那在这个情况下面，他们有各种来自欧洲的移民，他们靠近美国东岸，所以这次的菜色呢，凸显了很多欧洲不同移民所带来的。像这次我们有从波兰来的波兰饺子，有德国来的那个肉饼，也有像是艾米须文化所带出来的甜菜根的蛋。那其实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凸显出美国文化来自于欧洲的多移民的这个特色。餐酒馆业者表示，宾州是美国最早的13州之一，料理中能清楚看见欧洲移民留下的痕迹。透过主题菜单，将宾州日常餐桌带进台北，让消费者在轻松用餐之间，品尝融合历史、移民与生活的美国风味。记者林启慧台北报道。台南奇美博物馆首度与大英博物馆合作，推出台湾史上规模最大的特展。埃及之王法老一口气展出280件珍藏的文物，当中甚至有99%未曾在台湾展出。从珠宝、陪葬品、石雕、棺木到文书信件一应俱全，串起56位法老的时代传奇。塞提二世王权坐像在入口处，威严又壮观。展间内的水波纹光影加上流水声，仿佛置身在尼罗河。奇美博物馆2026年首度与大英博物馆合作，推出埃及之王法老特展，内容包括珠宝、陪葬品、石雕、棺木到文书信件一应俱全。逛完就像看完法老的一生，保证而且绝对的让你感到惊叹，而且好奇，而且非常非常的感动。那这个感动呢，不见得一定要出国或者来奇美就可以看到。当中有高度将近2.5公尺，宽超过3公尺，用18片石块组合的乌里伦普塔木式祭堂墙面，还有距今4712年的沙纳赫特国王击杀敌人浮雕。展览分成7大主题，以王权视角，从法老如何被视为神派来的人，一直到如何治理国家，最后追求永生之路。总共有280件作品，几乎99%都是第一次来到台湾。法老本身有非常多重的身份角色，我们透过他的这一些职责，去探讨影响古埃及3000年文明的这个庞大帝国的各式各样的，不管是政策、建筑以及外交文化关系。At the British Museum, we're really trying to focus more on people and getting people's voices from the ancient worlds to come forward. So when we developed this exhibition, we wanted to look at the strength of our collection, which really highlighted the pharaoh himself or herself,
and get a chance to understand who the person was behind the double crown. 展览更启用全新的 VR 体验，穿越时空，走进古夫金字塔内部，感受古埃及文明魅力。虽然展期长达1年时间，但15万张预售票就被抢购一空。馆方估计将有60万人来朝圣，势必带动台南的观光热潮。记者车怀台南报道。配合埃及之王法老大展，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为了推荐看展游客如何玩台南，特别请来了5位各具特色的法老，由市长黄伟哲带路，畅游台南景点，并且拍成趣味的影片，要让游客认识不同的台南。在台南市区突然出现法老，是不是特别引人注目？尤其还有市长黄伟哲带路导览。这是市府观光旅游局趁着这次在奇美博物馆展出的法老文物展热潮，邀请市长跟5位法老共同拍摄逛特展游台南的宣传影片，要用轻松酷速方式介绍台南。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为了串联这个观光的游程，推荐游客如何玩台南，特别安排黄伟哲市长跟5位外国朋友侨办的法老们酷手拍摄逛特展游台南的宣传影片。那片中我们由黄伟哲市长带路，介绍如何搭乘高铁、公车、台铁出发往这个奇美博物馆。那法老们一路走访台南自然的美景、历史古迹、庙宇建筑、巷弄街道、泥浆温泉，还有品尝在地美食哦。此外，管理局也串联了超过70家的优惠业者推出专属的看展优惠。那目前影片已经在台南旅游 FB 的粉丝团抢先这个发布，而且我们还加码赠送50张门票哦，欢迎大家一起来看特展游台南。逛特展游台南，欢迎一起来台南玩耶！影片中由市长黄伟哲带路，介绍如何从高铁台南站出发前往奇美博物馆，紧接着由法老们一路延伸到城市中的自然美景、历史古迹与在地美食等，让游客用趣味与贴近生活视角认识台南丰富的旅游样貌。另外，观光旅游局也串联超过70家台南在地店家，推出专属看展优惠与相关住房方案，希望透过国际及特展的号召，吸引国内外游客到台南旅游。记者林莹跟台南采访报道。春暖花开，校园也换上了新装。国立中央大学今年全新打造了第1届松樱季活动，将连续举办1个月。现场不只有浪漫的樱花市集，还有学生团体带来精彩演出，甚至还结合了校园开放日，让校友跟民众都能走进校园。走进中央大学的中大湖畔，映入眼帘的是苍劲翠绿的松树与枝头上绽放的粉嫩樱花，两者相互辉映，形成了一幅绝美的春日风景。这里是中央大学2026松樱季的活动现场。为了打破学术殿堂严肃的刻板印象，校方今年特别结合了校内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气息，举办这场为期1个月的校园庆典。于6号的开幕仪式上，由吉他社与热音社的同学们轮番上阵，用热情的音乐炒热气氛。这次活动最大的特色就是从策划、布置到执行，全都是由学生团队一手包办，展现了年轻人的创意与执行力。要非常感谢我们学生的创意啊。那事实上这个松其实代表了坚毅啊，那也象征着中央大学的精神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非常厚实的学术基础啊。那在10几年前，日本中央大学送给我们很多樱花啊。那在它长大之后啊，大概这5年以来甚至更长的时间，每一年大概就是在过年的前后，一批一批去绽放啊。所以这边也是桃园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赏樱的景点啊。我想它也变成中央大学的特色啊。所以松加樱它代表了很多中央大学从传统厚实到创新创意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也希望
能够持续发扬哦。那这个松英季未来每一年举办哦，能更加有特色。校长萧树森强调，校园生活是大学教育重要的一环。而为了让这场松英季更有看头，学生团队在中大湖广场设置了许多可爱的拍照打卡点，只要完成指定任务，就能兑换限量的纪念小礼物，吸引不少学生情侣和家庭客前来留影。此外，7日也举办松英市集以及校园开放日，各个科系打开实验室大门，让高中生和家长参观，还有学长姐面对面交流。因为我觉得我们学校很有特色，就是第一个就是松树，那第二个就是日本的中央大学送我们的樱花。那这边每年到春天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片落英缤纷的景色。那对中央的学生来讲，就是每次经过这条路的时候，看到这边的樱花，就会觉得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毕竟是一种学校的特色。然后当看到就是其他游客呢来这边参观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还蛮开心，也蛮荣誉的感觉。中央大学 EMBA 校友会理事长黄辉斌表示，透过这样的让校友对学校的向心力更强，也看见了母校在学术之外的另一种风貌。这个中央大学校园不只是校园而已，竟然还可以让人家赏樱，而且呢还有一个湖叫做中大湖。那中大湖我很怀念每次呢这个假日来上课的时候，中午都来这边散步。为什么？因为怕睡觉，所以就来散步。不过这个今年第一次这样来，然后看到樱花，事实上我已经有做了一个功课那我查一下，因为我们的樱呢有和君樱，还有吉野樱等等，那100多株，所以很漂亮。而且常常有很多朋友来跟我讲说，你们中央大学那个赏樱的地方是最友善。我说对，不用爬山，也不用去哪里，就很近。而且坐公车就可以到。中央大学透过松英季，成功将校园转化为社区共融的场域。这场活动将一路持续到3月7号。学校也邀请桃园地区的民众，不妨趁着周末假日，走进中央大学，在松树与樱花树下，感受一下最不一样的春日气息。记者李成浩桃园采访报道。台南安平福成堂举办福德正神3载元科平安绕境大典，知名的台南武媚娘破纪录，出动了100位礼生，走在最前排负责举旗，而且一格车上面还有最受瞩目的庙会女神真田，以及最美礼生宁宁，相当吸睛。身穿粉红色平口小礼服，搭配白色毛披肩，顶着寒风秀出事业线，显露出好身材。一般常见礼生只有6位到8位，台南武媚娘破纪录，首次出到100位礼生，从清晨5点就开始集合书画。真的很火热，现场真的很火热，因为一下子要准备礼生，一下子要准备1个，然后就是要跑来跑去的。安平福成堂福德正神平安绕境，上百名礼生走在队伍最前头开路，立马成为现场焦点。路边民众纷纷拿起手机，甚至专业大炮抢拍。后头还有真人一格车，上面坐着10多位穿着绿色、紫色的梦幻古装美女，仙气飘飘。当中还见到有庙会女神封号的曾田，和许久不见的最美礼生宁宁。觉得新奇的而且我们就坐很高，觉得有点害怕，其实又有点害怕。这是人生第一次，平常都是在台下看着小朋友们坐在上面，然后想说好好玩，我也想试试看。但我现在坐上来，我突然觉得好可怕。这次除了礼生，当中还有120人组成的宜兰国光乐仪队，整齐划一的步伐加上精彩的抛枪表演，成为最受欢迎的阵头之一。旗队，那还有仪队，那我们还有其他很多乐队老师，然后我们的特色还有小朋友，然后跟公仔娃娃。北中南各地的阵头这样，绕境的范围我们都在安平的旧部落里面。今年遇到3年元科扩大举行，连北港的神童团也来共襄盛举，晚上更有压轴的100万烟火秀，热闹非凡。记者周怀腾的报道。新北市文豪基金会在农历年前发起传爱行动，携手和平岛享食餐厅以及彩虹屋河豚很多，将丰盛的年菜和关怀送给和平国小的弱势学童。
烤鱼、黄金鳗鱼米糕、狮子头、药膳人参鸡汤，一道道丰盛的年菜摆满桌。新北市文豪基金会在农历年前发起传爱行动，携手在地餐厅，将温暖送到和平岛国小学童手中。有一次我跟孩子在聊天，我随口问到说：“孩子们，你今年的年菜会吃什么？”其中有一个孩子告诉我，每年阿公都是去买便当回来当我的年夜饭。我听到的部分，我就觉得很心酸，所以我就打个电话给新北市的文豪基金会，那也希望说借由这个基金会，能够带给孩子一个温暖围炉的好年。文豪基金会不畏寒流，亲自将年菜和小红包交到孩子的手中，勉励学童用知识改变未来。今天很高兴文豪基金会可以参与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因为送一些年菜一个小红包，让小朋友可以开心的过年谢谢范校长给我们这个机会。第一道呢是我们的黄金鳗鱼香米糕，第二道呢就是狮子头，那里面添加了蟹黄酱，然后还有我们师傅自己手捏的狮子头。好，那我们再来一道呢，就是药膳人参鸡汤。那希望大家在这个寒冬中呢，都能够喝上暖暖的汤，一起抚慰大家的心灵。准备了一道鱼，那就是象征年年有余，加一些柠檬，提升它的香气。祝大家马到成冬。这场跨世传爱行动，让学童不只享用美味的年夜饭，更在心中种下希望的种子，迎接全新的一年。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台南南溪知名景点咸空法寺，因为0121嘉南大地震，文物馆内收藏之文物严重的损坏，历经1年整建修复，日前重新启用。住持法医师傅表示，文物馆内汇集了现代艺术、古文物、佛像、唐卡及书画等珍藏品，均为十方信众与四方的结缘物，每件都是无价之宝。去年1月21日，嘉南地区发生规模6.4大地震，南溪地区也有多处房屋倒塌损毁，著名景点悬空法寺亦受到波及，尤其是时代文物馆的收藏损害更加严重。历经1年的整修修复，这些千年古佛与珍贵文物终于将重现世人眼前。悬空法寺30日举行开幕仪式，国民党副主席李乾隆、立法院长韩国瑜办公室机要叶寿山、立委谢龙介一同剪彩，与现场许多艺文界、商业界的贵宾一起迎接文物馆再启用。请剪彩，请接过古佛大桃花，道尽众生缘。这个典藏馆呢，会当重新来开幕，是安那叫做重新开幕，因为地动做来顺势参动。虽然心痛，但是咱要向前行。看到咱的保持呢，进度愈来愈紧，非常的感动。上人在这个地方呢，经过将近30年，从一个红色的铁皮屋经营到现在，变成全世界100大景观的道场之一，是第1名。所以我们对全真上人表达最高的敬意。文物馆内汇集了现代艺术、古文物、佛像、唐卡、书画等珍藏物，这些收藏品每件都是无价之宝。住持法医师傅表示，特别感谢各界的帮助，让重建过程顺利圆满，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悬空法寺看这些宝贵的文物，同时也亲近佛法，认识佛法，让这个社会更加祥和。地震过后呢，诸佛菩萨的保佑，还有各界的关心，所以让我们呢灾后重建呢的过程当中，虽然困难，但是还是很顺利的。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感恩各界的帮忙。在这边特别感谢政府还有各界单位。让我们呢在这个整顿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顺利，所以今天能够正式的开幕，希望能够接引更大的人群，可以接近佛法，也可以透过艺术文化种种的交流，能够来到悬空法寺，大家心心佛法人心呢可以越来越净化，那社会呢也可以更祥和。法医法师指出，
悬空法寺自民国91年起建，开山方丈全真上人以人文、物文、艺文3种文化与佛法结合，度化众生。来自十方信众捐赠给庙方的千年古佛、菩萨、18罗汉等，有10颗木雕以及雕像及佛手，十分珍贵。另外，庙方有举办2026金马行空祈福行春亲子游活动，期间自2月17至2月21，欢迎大家来悬空法寺行春，还有限量的平安币与民众结缘，让诸佛菩萨祈福，为身心灵注入正能量。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基隆市的电动巴士将有新的进展，市政府跟鸿华先进科技公司正式签约。首批30台的电动公车，预计在第3季结束前投入营运，将会大大提升基隆的公共运输服务品质。有请市长、董事长签署合约。基隆市长谢国良跟鸿华先进科技公司李秉彦董事长正式签约，双方将携手推动基隆市公车的绿色转型。这次的签约首波将导入鸿华先进 Model T 30台电动公车，预计在第3季结束前投入营运。电动启程，永续基隆站。谢谢大家，谢谢。很高兴跟鸿华先进来签约，未来将在第3季左右先引进30台的电动大型的公车 Model T，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型号。那我是有提出了一个基隆市公车的一个3合1计划，希望在3年内能够将120几台的大型公车，还有8个以上的大型充电场站，还有基隆市210几个公车站的站体，都能够做一些更新跟汰换。因为现在有很多我们的乘客在抱怨车子的一个沟通联系上，不见得目前是满意的，那都受限于我们现在整体的整个资讯的建制，还有车辆老旧的问题。所以我希望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在更新大型公车的同时，也可以更新站体、公车站，然后让它能够资讯化，然后呢更让乘客可以了解他目前要乘的车辆的一个状态。据了解，这个先进的电动公车除了低底盘好上下车之外，也有多项强调安全与数位化的特色。接下来 Model T 会在我们全新建造的桥头的工厂，桥头科学园区的工厂来制造哈。那桥头工厂的产能初期在第1期的时候有年产500台，好，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可以支援市政府在这块的建制。是。那这个传统公车这样比起来，你觉得说它智慧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这台车呢是所谓我们用全新的电架构软体定义的电架构。这个软体定义的电架构，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实时的把所有车上的数据传到云端，包含中控中心可以及时知道车上行车的状况。那透过这些行车的状况，它可以有效的管理。然后透过这些大数据的累积，它可以做出数据的分析和 AI 的一些 model 的解析，持续的优化我们的运作的效能。我们目前因为电动公车还要搭配充电场站，那目前公车数的规划先以八斗子站，然后暖站跟太白庄站当作是我们第1阶段优先的那个建制的充电桩的区域。那尤其是八斗子站会是最优先的，对，因为它整个的那个状况、电力的条件等等是比较好的。好，那后续电动公车的配置呢，也会先以八斗子站那个起始站的路线为优先的做配置。所以如果是120几台，也要10几亿；充电场站也要大概6到8亿，我的印象。那200个公车站的站体跟站的规划。金额可大可小，少的有到60、70万，多的100-200万也有可能。所以我想这一个完整的计划大概也要花到20几亿我们纳税人的钱，但是我们会力求在这过程中，不只做整个产品的汰换更新，
另外要把整个资讯跟整个搭乘体验也要来提升，让我们在2-3年后，大家就会有一个很完整、舒适、安全、永续的一个大众公车的搭乘体验。签约记者会中，包括市府秘书长方定安、交通处长陈耀川、政风处长李国正等多位贵宾都到场见证。所有参与来宾也到市府门口的电动巴士参观。现场的这台电动巴士主要是国道客运的版本，未来在作为基隆市电动公车的部分，包括座椅与内部装备将会因应调整，来服务基隆搭车的民众。市府团队将努力来推动基隆公共运输的转型。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内湖人最关心的塞车问题有解了。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内湖区与里长有约，报告捷运东环段最新的进度。其中内湖区段 CF710 标已经开工，未来通车后，内湖科学园区往北到士林站仅需11分钟，从南到信义区象山站约14分钟，将友善改善内湖上下班尖峰时间的交通拥塞问题。与里长们一一握手致意。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内湖区市长与里长有约上，除了感谢里长对各项市政推动的协助，并回复上次多位里长提案最新进度，也报告市府团队努力成果。其中攸关内湖交通改善的捷运东环段 CF710 区段，已经在日前正式动工，范围衔接至滨江国中到洲子2号公园、大港前公园一带，路线由敬业3路、乐群2街延伸到瑞光路，将设置3座地下车站。未来通车后，市民从内科往北到士林站约11分钟，往信义区象山站约14分钟，将有效疏解内湖交通，打造更完整便捷的捷运路网。也就是说，东环段对于内湖来讲非常重要。为什么？东环段衔接建南路站到动物园站，总共有10个站。这10个站当中有5个站都在内湖，5个站都在内湖，而且我们前天去的那个区段是从中山区这边，从敬业3路、乐群2路一直到瑞光路，这一段是很关键。甚至有一个好消息跟里长报告，衔接这个区段的后面一直到这个旧东路的区段，我们在上个星期5 1月30号也顺利决标。另外，在都市更新方面，蒋万安表示，台北市已经进入大都更时代，过去3年每年的都更数量是过去8年的2.3倍，内湖区方面更是超越全市，是过去8年的3.4倍。还有临时托育据点，从上任前的4处到现在已经有24处，整整增加6倍。内湖有很多老旧的建物，里长们每一次都提怎么样能够加速，所以过去3年不管都更8件、防灾型都更等等，我们过去3年平均每一年都更的报核案件数是过去8年的2.3倍。台北市正式进入大都更时代，内湖更是超过台北市的平均。内湖过去3年都更的报核案件数是过去8年的3.4倍，3.4倍。所以这如火如荼的往前推进，所以我们希望不只让市民朋友住的舒适，更要住的安全。会中，蒋万安也倾听地方需求，其中港府李里长李安邦希望市府成立专责单位，协助立山摊贩临时集中市场与港府立体停车场整合都更，加速商圈更新。顺便把这个使用区分也做检讨，然后以及把这个案子，希望市府能够做一个公办都更的立场。对于剩下的那些还没有同意的，那么我们是不是采用就直接做征收的动作在？如果他同意，我们当然就不征收了；如果他不同意，我们就采用征收，加速它的进行。因为立体动目标它有个条件，它必须所有人都是100%同意才可以做。所以它这个在法规上面会比较复杂一点。对此，蒋万安表示认同，并指派副秘书长王玉芬主政推动。基隆里里长吴新云则建议，碧湖国小对向行人号之灯，除了小绿人外，还能有创新图案。蒋万安也指示交工处研议办理。可以用这个方式养成这个好习惯的话，
是不是就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成本或者是未来有可能发生什么小状况的时候，我们再来解决这些不必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如果可以用这个小小的概念跟理念来增加一点温度，更能够让我们的里民小朋友增加交通安全性。安护里里长游树旺则呼吁市府加强托婴设施及服务，协助双薪家庭的年轻人能更安心的在外打拼。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视觉人文艺术工作者洪国华将他多年来收集的珍贵老木材，加上富有禅意的诗句，创作出一幅幅安定人心的艺术力量。作品正在佛光园美术馆台南馆展出。开幕典礼中，佛光山台南区总住持满洲法师表示，透过作品可以感受到静的陪伴，也回应和谐共生、福满人间的意涵。要让大家在忙碌中找回内心的平静。在佛光园美术馆台南馆目前所展出的作品，都是出自视觉人文艺术工作者洪国华之手。这也是他在疫情期间将多年来所收藏的老木材，加上极富禅意的诗句，让新旧容纳在同一个作品中，延续它存在的价值。他也深信静的陪伴正是一种安定的力量。一直都在收一些老物件、老木料，看到好的雕刻作品，我都在无心之下就收藏了下来。也收藏的时候也不知道我要在这一次做什么，但是在静下来的时候，就把内心整理了一下，就把以前所读过的经典或者是禅诗、法句字，把它透过诗意的呈现出来。所以在这一次里头，我有一个副主题叫做“静静地陪着”。因为这些禅诗寄语深入内心，让人心安定下来的力量。为了将洪国华的作品分享给更多人，佛光山南台别院31号特别举办开幕典礼，吸引将近250位观者参加，场面空前热烈。会中，洪国华也致赠一件微笑创作，由满洲法师代表受赠。同时，南台别院也回赠2本佛光山的出版品，场面温馨。在佛法中，陪伴也是一种慈悲。那我们也看到，洪老师的作品，他用这个朴实的这个木头，以及温暖的灯光，还有清雅的花艺，它营造出一个禅的意境。这正好也呼应了今年星云大师送给大家的一个祝福：和谐共生。那当我们的心静下来，然后静静的与自然、与艺术、与自己的内心相处，和谐跟福报自然就现前。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来参观的好朋友都能透过阿国老师的一个作品，感受到那一份静的力量，并且呢，能够在百忙之中，在忙碌之中呢，找回自己内心的平静跟和谐。洪国华在会中也一一为同好导览，说明他在疫情期间静静的发想，除了将老物结合书法与茶艺，转化为灯、花器与人文茶席，也是让他将古建重获新生命力，感受和谐共生，福满人间。对此，佛光山南台别院也感谢洪国华长期协助2楼大殿的法会布置，所以再次邀请民众把握展期至3月22号前来共赏。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台南市农产运销公司与量贩业者合作，精选芭乐、小番茄、火龙果、洋香瓜等台南的鲜果及多项农渔特产品。即日起进驻全台13家量贩店的门市贩售，主打产地直送。台南市长黄伟哲还特别北上，向北部的消费者推广台南熊青叶农产品。认真的当起水果推销员，台南市长黄伟哲周末特别北上，来到新北桃园的量贩店，向民众推销他最自豪的台南鲜果。
与夫人一起端出火龙果、小番茄等多种水果让民众试吃，并拍胸脯保证台南的水果雄青包甜。亲民的作风也让路过的民众直直称赞。辛苦啊嘞！有甜无？有甜无？干，袂歹哦。我来试看卖。我等你排个尾。爱买包甜。爱买不爱沟通。哦，沟通。台南市农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携手爱买量贩通路，将台南鲜果推向全台市场。双方完成签约仪式，民众自即日起可以在全台13家爱买量贩店买到优质的台南鲜果。活动现场除了精选芭乐、小番茄、蜜枣、火龙果等多项水果上架贩售外，另外更邀请了来自台南的摊商前来摆摊，展现台南丰富且实力坚强的农产特色。台南市长黄伟哲也不忘到每一个摊商前试吃，无论是虱目鱼丸、花枝丸、Olen， 大口大口的品尝，直呼好吃。欢迎民众把握过年前的机会来选购。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全台湾人口最大的直辖市新北市。那我们台南市农产运销公司跟我们原百爱买来强联手，来把最棒的台南农特产品介绍给最棒的消费者，新北的市民朋友们。那其实大家知道，台南是全台湾第一个城市，也是农业大县，也是农业大市。但是呢，大家以为最近对台南比较出名的就是 TSMC 的3奈米的跟5奈米的这个高科技厂，但是呢，事实上台南的农业跟我们台南的这个好吃的这个农特产品都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所以呢，为了怕大家不知道不怕货比货，只怕不是货，所以特别借着这个原百爱买的强大的提货能力能够介绍给新北的市民。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特别推荐量贩店的代客料理服务，从选购到料理一条龙的服务，相信能让每一位顾客都能轻松享用台南优质渔畜产品。那现在已经冬天了，再过1个礼拜就要过年，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现场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都这个扶老携幼全家大小来逛这个大卖场。那所以看到我们现场有很多，我们特别推出了鱼产品。那大家知道台湾鲷，台南市是全台湾的台湾鲷最大产地，也是虱目鱼的最大产地。所以现场看到很多鱼丸啊、鱼松啊，还有这个Olen这些鱼，这个水产制品。那我知道这里不但是有生鲜的东西，还可以帮忙你处理你回家烹煮特别方便。那如果回家不方便烹煮，还可以代客料理。所以这边我觉得是最方便的。那所以有这个机会能够让我们台南市农特产品透过原百爱买介绍给新北的这个好朋友，那是最大的幸福。也希望借着这个活动，也能够让大家更认识台南。台南市农业局表示，这次合作不仅代表农产运销公司与爱买量贩店的正式伙伴关系，也是台南鲜果进入全台大型市场的重要象征。农产运销公司将持续供应精选的台南鲜果到爱买各门市，确保稳定上架与多样选择，满足消费者的日常采购需求，期盼能提升台南农特产品的市场能见度。台南农产赞不赞？记者肖世荣新北场报道。由基隆市政府教育处主办的小小主播营，特别邀请媒体素养基地新义国小的学生到中嘉宽屏基隆的摄影棚进行沉浸式学习。同学们第一次体验新闻播报，留下许多难忘的回忆。我们先念第一个，预备，开始。根据教育部电视台主播教导小朋友写新闻稿，再到摄影棚练习口语发音。基隆市政府教育处主办的小小主播营活动，邀请媒体素养基地学校新义国小的学子来到中嘉宽屏基隆的摄影棚进行沉浸式学习，尤其是上台体验播报新闻，让同学们留下难忘的回忆。5、4、3、2。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赖一凡，欢迎收看信义新闻。信义国小办理眉飞色舞影展，展现自111学年度起，成为媒体素养基地学校后，学生的媒体识读与资讯应用能力。就要上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紧张，然后就可以真的体验当主播。因为在学校不会有字幕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播简环中，欢迎收看信义新闻。信义国小办理眉飞色舞影展，今天让我学习到了字幕机啊那些新的
事物，让我增广见闻。就是觉得今天学到了很多在校园里面没有学到的东西，就比如说刚才我们绕口就是念那个学发音的那个，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刻啊。老师也很幽默风趣，很有那种就是上新闻的感觉，就是感觉自己很伟大。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那个绕口令，他要讲很快，然后我咬，然后那时候讲很快，我咬就会不清楚，就会变含卤蛋。很荣幸啊，可以受到基隆市教育处的邀请。那这次带领的是我们学校的小记者服务队的同学，以及5、6年级的同学，有兴趣的同学一起来参与这样。那因为其实我们学校在推广媒体素养课程已经大约3年多了，那学校高年级的同学也都有做相关的公民新闻的一个制作的课程，所以小朋友对于这方面都还蛮有兴趣来体验。那透过今天的课程，觉得孩子们真的都学习到很多，而且进步非常多。小朋友在这边播报真的感觉很不一样，就是好像不知不觉，我觉得是环境的关系吧，不知不觉都会有那种真的是小小主播的样子。对，然后在学校播报比较像就是老师，我来跟您报告做我的作品、我的作业这样。对，但在这边我觉得他们每一位都是很专业的小主播。对。信义国小中正由教育处主办的小小主播营活动，带领信义国小学生深入媒体摄影棚进行学习。透过摄影棚的各项专业资源和平常在教室上课的体验相当不同，让每位同学们都收获满满。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秦碧纯，我们再会。